大家好啊！咁今晚就同大家講下一個經濟嘅名稱啊，一條新嘅公式。呢條公式應該係咪我首創我都唔肯定啊。咁大家聽落去聽咗先啦。就係依家咧，全球咧有個叫做幸福指數噶嘛。咁我依家咧就改咗一個叫做國家居民嘅幸福指數啊。呢一個純粹係經濟嘅，就唔涉及咧嗰啲咩民主啊、新聞啊、言論啊、自由啊，唔涉及嗰啲嘅，純粹係一個經濟嘅啫。經濟幸福度啊。好，咁2025年啊結束啦，跟住經嗰個啲報章報導啦，蘇拔佢個名先，幫佢賣下廣告啊叫。好啦，咁大家就見到美國就30.34啊，就居首啦，名目GPD 啦，跟住咧嗰個中國就係19.54啦，跟住呢個係最重要嘅3、4、5、6、7，德國4點幾，日本4點幾，印度4點幾，跟住英國3點幾，法國都係3點幾。點解我話要睇呢個咧？喂，你將3、4、5、6、7加埋咧，等於中國嘅GPD 嘅啫喎，明唔明啊？大家好啦，雖然中國係咁勁啊，當然啦，美國依然係第一，但你要睇翻咧呢個人均 GPD 嘅話咧，又唔同咗個喎。雖然中國係好勁，但係人均咧係13,000，但係德國係57,000，日本係35,000。你見印度依家係得2,940，呢一個點解要特登講佢？你見佢經濟成長率咧係6.5嘅，最勁嘅係。好啦，咁如果你按翻10年前中國嗰個人均 GPD 其實都係咁上下嘅啫。咁未來印度我俾20年佢啊，佢可能咧係會點樣講咧？又係一個爆發性嘅增長㗎啦。咁除咗印度之外咧，仲有其他地方都係嘅喎。咁雖然呢一度就冇亞洲啦，因為佢淨係列咗15啫。另外嗰16去到30咧，就好多其他亞洲嘅。好啦，咁第16個第一就係印尼啦，已經係你見印尼都5000幾嘅喎，係咪？好啦，最誇張梗係瑞士啦，幸福指數一定好高啦，係咪啊？嗱，愛爾蘭呢啲啦，又係幸福指數很高㗎啦。好啦，雖然荷蘭啲又係啊，幸福指數好高㗎啦。咁你見新加坡啊，最近都係好高啊，9萬幾啊。嗱，香港咧就55,610，但係你聽唔到香港雖然都係咁高啦，但你好似聽唔到香港嘅幸福指數係幾多個喎。咁我依家就再同大家講下點解香港，喂，你人均5萬幾喎，即係你乘翻出嚟等於40幾萬，40幾萬除翻12個月，即係4萬蚊一個月啦，4萬蚊港紙一個月喎，即係香港人均每個人賺4萬蚊港紙一個月嘅喎係。好啦，如果你計呢個 PPP 嘅話咧，仲誇張，呢一個咧即係叫做呢個叫做即係呢個唔記得咗應該點樣講添 PPP。
嗱，咁繼續嚟返香港啦。香港啊，GPT 就預約計約42萬港紙，全港就業中位數咧就係每個月咧就22,500啦。我放大啲，等大家好睇啲啊。好啦，咁咧頭先都講咗啦，都會計呢個叫做 PPP 嘅。嗰個 PPP 點解度冇講嘅咧？我記得個 PPP 又係另一個名嚟嘅喎。PPP 嗰個係即係修正咗嗰個人均唔係即係嗰個人均，咦？居然冇嘅？唔應該喎，應該有埋 PPP 嘅喎。好，再同大家即時打 PPP，係啦，係經濟學嘅購買力評價，用於比較不同國家購買力、政府與民間合作模式、公司協力以及資訊科技術中嘅點對點協議。最常見是經濟領域只用衡量貨幣實際價值，以比較各國生活水準與經濟規模嘅購買力評價。係啦，呢個購買力評價，購買力評價，好啦，呢度有講完啦。購買力個評價，咁我繼續講返個人均 GPT 同嗰個幸福指數點解啊？咁你香港人均個 GPT 咧，就係話你香港賺咗嘅錢除返香港700幾萬人，就得返42萬港紙，即係每個人一年就賺即係生產咗42萬嘅港紙啦。唔同機構就有唔同嘅預測啦。跟住根據香港自己做嘅就業中位數咧，即係話就業嘅中位數，即係香港有700萬人啦，但係可能唔係700萬都返工，可能得400萬或者300幾萬人係返工㗎啫。另外一個可能係家庭主婦啊，或者係退休人士啊，或者係財政唔係叫做財務自由嘅人士啊，咁就未必真係全部返工㗎嘛。咁將返工嗰啲人嘅人數咧，就整返個收入嘅中位數，就係22,500港元嘅，即係話約咧一年咧就賺27萬咯。咁你會發覺呢兩個數字係咪完全唔係好接近咧？因為咧有一啲叫做高收入人士，譬如咧嗰啲三司啊，或者做出入口貿易啊，佢哋賺佣金或者保險啊，人哋做佣金啊，或者之前咧啲人買嗰啲豪宅咧，嗰啲地產代理嗰啲佣金咧，好誇張㗎嘛〜咁嗰啲咧就會將香港嗰個人均嘅 GDP 咧咪拉高咗咯。咁香港又有好多係基層嘅服務人員㗎嘛，咁嗰個即係點講咧？前線嘅崗位係多㗎嘛，管理層嘅崗位係少㗎嘛，所以嗰個中位數咧咪係會2萬幾咯，就唔會係4萬幾嘅。咁我之前一直都話將香港嗰個人工咧乘返2倍咧，咁香港咧好多問題都解決咗㗎啦。即係你人均 GPT 同呢個每月咧中位數咧接近啦，唔好話一樣啊，
接近嘅話咧，已經係可以解決好多問題嘅啦。咁如果佢哋兩個接近嘅話咧，又冇話一個經濟學上面嘅關係咧？呢一度係有嘅，但係咧，我打咗出嚟咧，但係佢居然話係冇即係叫做冇出到嘅。咁我再同大家講啊。嗱，咁我呢一度真係打咗個字啦，叫做香港人均 GDP 以人均收入中位數嘅關係啦。咁佢呢一度都係講咗一大輪香港嗰啲GDP 嗰啲嘢啦。跟住咧就再講埋咩排行全球排第10啦，跟住收入中位數衡量生活水平啦，收入中位數則是跟住又排都係講解啦，但係咧我話佢哋嘅關係佢係講唔到出嚟咯。好啦，反映分配狀態，由於 GPT 係總產出。而中位數是中間收入，兩者存在差距，揭示了財富分配嘅狀況，即係叫做貧富懸殊啦。佢呢度講得，即係佢講得唔係好直接咯，所以我覺得好似冇講過嘅係貧富懸殊。雖然整體經濟富裕，但收入並非平均分配，中位數低於平均數，顯示存在收入差距。即係中位數低於平均數咧，其實即係嗰個叫做國家嘅幸福指數啊，我直接咁樣講啦。咁點解話係國家嘅幸福指數而唔係居民嘅指數咧？咁你一個人供樓同一個人唔使供樓，同一樣賺嘅錢，咁已經係唔同啦，個幸福指數係咪啊？咁你就應該將自己嗰個收入減咗你每個月嘅即係譬如嗰個叫做保險啊、供樓嗰啲啊，跟住嗰個叫做嗰啲錢啦，跟住再減翻去呢一個叫做香港嘅人均 GPD 啦，咪應該係用翻，應該係用個除嘅係，唔係減係除啊。咁你就除翻呢一個人均 GPD 啦，跟住再乘翻一個100%嘅 percent 啦。咁譬如你依家咧用香港呢一個咧22,000嗱，我咁樣問咧，佢居然又話香港嘅之前係出22,500噶嘛。咁你如果你係佢呢一度又話中層。算啦，我都係用翻我呢一度有講喎，總的來說，香港人均 GDP 2025年預測與人均收入中位數嘅關係是經濟總體實力與民生福祉的對照，反映了經濟增長在不同階中的體現，是衡量經濟質量與社會公平的重要指標。呢句説話完全錯嘅，佢可能唔夠膽講，係啦。好啦，咁我就直接咁樣同大家解釋翻係點解啦，用翻香港呢一個例子啊嚇。嗱，咁你用香港呢一個咧22,500除翻42，再乘翻100% 嘅話咧，你會咧發覺咧，香港咧係叫做過唔過50啊？係咯，50幾分咯，叫做。所以香港嗰個幸福指數叫做僅僅都唔叫幸福指數啊，即係50%嘅幸福指數，即係其實都叫做一般啦。咁如果你係用其他國家嚟除嘅話咧，咁有啲國家嗰個幸福指數咧係可以有70幾啊、80幾嘅喎，因為咧佢哋嗰個
收入嗰個中位數咧，同人均GPT 咧，真係唔係話相差好多嘅。咁嗰啲國家嘅幸福指數咧，係相對嚟講咧係高好多嘅。但如果你想再睇嗰個叫做居民嘅幸福指數嘅話咧，咁你就真係要用返國際嗰啲咧，因為經濟係其中一樣啫嘛。佢哋有言論自由啦，跟住有嗰個咩新聞自由啦，跟住仲有一個叫做唔記得仲有咩啊？即係好多㗎，即係佢哋咧有成好似超過10樣嘢嚟計分㗎嘛。我依家淨係用經濟一樣嘢嚟講啊嘛。咁呢一個咧就係我自己想同大家講嘅呢一個咧，就係國家嘅幸福指數咯。雖然聽落去咧，就好似就應該都唔會話好啱嘅啦，但其實你會計數嘅話咧，你會覺得唔係你明白佢背後嗰個原理嘅話咧，你就會明㗎啦。當一個地區嗰個叫做收入中位數係2萬蚊嘅時候，或者我調轉嚟講咧，因為個數可能太大，大家唔係好明啊。嗱，如果每月收入嘅中位數係2000蚊，但係咧本地嘅人均總值咧係4000蚊喎。喂，你賺2000蚊，但係原來國家每一個人係賺4000蚊嘅喎，你係咪拖咗國家嘅後腿啊？即係拖慢國家嘅進步啊！但係如果你又諗下，人均2000蚊，咁即係其實中位數係2000啫喎，即係仲有一半人係低過2000嘅喎。咁係咪有一半嘅人咧，即係嗰一半，即係已經係一定有50% 嘅人已經係叫做冇呢一個點樣講咧？冇22000呢一個數㗎啦，已經係。所以咧，就算咧你點講咧？即係就算係即係有啲人可能賺得可能係1500嘅，但係可能佢嗰個要求唔高嘅話咧，咁佢個人嗰個幸福指數咧，亦有機會係好高㗎喎。所以呢一個咧，純粹係一個整體嚟講咯，就而唔係話可以好細微咁樣去代表每一個人咯。所以我就用個好大嘅範圍嚟講咧，就係叫做國家嘅幸福指數咯。咁今晚嘅分享就到呢一度啦。鍾意個視頻嘅話咧，就撳訂閱同埋分享俾更加多嘅人知道啊！多謝晒咁多位，拜拜。